歡迎收聽 Here Observe True 頻道。呢個係一個專注、真實同理性分析嘅新聞頻道。如果你覺得內容有價值，請你訂閱、點讚，支持我哋繼續報道。休班輔警涉駕的士期間不雅行為否認控罪，辯方稱患濕疹抗辯。各位聽眾，大家好。一名57歲休班輔警涉嫌喺2025年9月1日駕駛的士期間喺跑馬地馬場外於車廂內作出不雅行為，被車上一名女乘客揭發並報警。案件2月25日喺東區裁判法院再提堂，被告正式否認控罪。案件排期4月22日開審。被告吳詠文57歲，報稱職業係的士司機。據了解，他隸屬香港仔分區，屬休班輔警身份。警方早前回覆傳媒查詢時表示，被告案發後已被停職，又強調警隊非常重視人員操守，如有人員涉及違法，絕不姑息。控罪指出，被告涉嫌於2025年9月1日，在港島跑馬地馬場外，喺無合法權限或辯解之下，在公眾地方或公眾可見情況下，猥褻暴露身體部分。案件焦點之一係控方為女乘客，即證人 X， 申請喺作供時使用屏風遮擋被告及公眾視線，同時安排特別通道出入法庭。控方表示 ，X 對被告當日行為感到尷尬同惡心，擔心出庭作供時會有心理困擾，加上案件受到傳媒報道，引起網上討論同批評，因此提出申請。不過辯方就反對有關安排。辯方指出，雙方並不相識，案件亦無涉及身體接觸或侵犯行為，認為無需採取特別保護措施。主任裁判官張志偉關注證人是否有醫療文件證明心理狀況不宜直接面對被告，最終決定相關屏風及特別通道申請會喺開審前不少於2星期再開庭處理。另一個備受關注嘅重點係辯方透露抗辯方向。辯方表示將會傳召一名私家醫生出庭作供，講述被告患有濕疹，並解釋喺某些情況下可能出現嘅身體反應，作為辯方理據之一。換句話講，案件屆時除咗圍繞事主證供外，亦可能涉及醫學證供。法庭需要衡量被告當時嘅實際身體狀況，同埋相關行為是否屬於控罪所指嘅猥褻行為。案件審期預計1天完成，被告目前繼續獲准以1000元保釋外出，等候4月22日正式開審。今次案件引起社會關注，除咗因為案情本身涉及公眾地方不雅行為，更因為被告具有輔警身份。法庭最終會如何裁定，是否接納辯方所提出嘅醫學解釋，抑或裁定控方證據成立，仍有待審訊日進一步釐清。記得點讚、訂閱 Here Observe True 同撳埋鐘仔。你嘅支持對我哋呢個新聞頻道非常重要。多謝收聽。